观众朋友，大家早下，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讲到今仔日，会使讲是一个大日子，在美国，咱就知影传出来消息，美国总统来考试到习近平，讲无人想要坐迄位，因为美国民主愈来愈强，中国会输甲妥妥妥，而且。中国国民党在这时阵去找宋德，讲是交流关怀民生，无其他企图。但是却是来讲咱永远未是一个国，这是要安怎来解脱？今仔日来讲斟酌。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黄祖铁，祖铁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彦峰。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谢志团。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是中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首先呢，对新闻来看起，今仔日是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呢。来，去年8月份去中国访问了后，又搁去到带团啊，出发来到中国。那么这届呢，会甲新任的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德来见面，嘛传出讲伊即抓后政治人物。不过夏立言来强调，无政治的目的，主要是要甲中国方面来针对着民生的问题来沟通，来帮台湾人民来解决问题。办理登记托运行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初八搁一届带团访问中国10天，会拜会新任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嘛传出伊即届去是有政治目的。夏立言强调讲，即届去是希望为民生的部分做第一步的沟通，替台湾人民解决问题。我这次去，我没有任何政治的目的，我们去就是关怀民生，去这个对话，去沟通，如此而已。这次下列的访中行，国民党的资讯揭露是挤牙膏，说法是一天一变，一天一片，国民党就是诈骗党，甚至他们不敢说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跟国共接触。针对民进党批评夏立言2届出访，拢伫敏感的时间点，另一届是中国涉台湾军演，这届是美中因为政策气球，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夏立言回应讲，去年8月中国对台军演。大家拢讲时间点无适合，不过结果证明是好的。对某一寡人来讲，永远都无好的时间点。蔡总统在2号的时候，他跟台商见面，他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增加双方很正面的一些互动、交往、对谈。邱泰山邱主委他也表示过，这个对话总比对抗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从去年8月份了后，搁一届带团访问中国。而且会见新任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针对这届访问中国的行程，敢是会甲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伊讲并无这款的安排，国民党家己为回报备的，就是会甲新的国台办主任见面。基本的立场是以主人方便，会看对方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在睇到这个新闻大内面呢，看到这个资讯真丰富。一方面呢，也有国民党的讲法；一方面也有民进党的讲法。那么主要呢，咱的焦点唔是咧讲两党啊骂来骂去，而且是批评来批评去，主要是要来感觉讲，在这阵时去到中国，要甲因讲什么，对着咱整个台湾是不是有利？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咱先来看吼，咱的副主席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呢，伊头一摆在去年呢，就去过到这个中国。那么迄一摆呢，是旧的这个。也未换台的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那么所以这摆会使讲是要甲新的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来见面这言之有理。但是在这阵时，尤其呢发生了真侪代志，咱来看你过去呢，中国咱免讲来自2021开始对这中国的军机啦、军舰啦，那对着台湾射来射去啦，射来射去，又个军演啦，又个农产品，所以这个副主席也有讲讲要交流对话，唔通对抗，
要关怀民生啊，咱嘛是真期待讲，这个副主席啊，去到遐会当讲，哦，你拜托诶，你啊手势举较悬，唔通来检检，来。那是主持人拄仔讲到真好啦。其实这个议题会使理性吼来讨论啦吼。啊，我会认为讲，因为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有吼带团过去吼访问，有3个原则哦，大家拢知影。头一个就是讲，这个袂去谈论着政治吼。第二个就是讲吼关心这个民生的议题吼。第三个。坦白讲哦，事先哦，嘛有甲这陆委会来报备吼，事后转来了后，嘛会去甲报告啦吼。所以讲吼，我就是讲，我感觉这真是好代志吼。就是讲，即马这对方吼，这个涉台啦吼，这个人事吼嘛有改变嘛吼。咱这个国台办的新的主任宋涛吼就任，那即马有这个机会来交流、来沟通吼。虽然讲啊，你即马两方吼，这个情势吼，甲大家感觉讲真惊吓。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更加需要去甲对方富贵险中求啦，是啊，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就是行出。咱真侪人有感觉讲，这阵时你亲像 Blinken 咱头下讲吼，这个拜登这个讲话吼真呛的，我头一摆看到拜登安尼讲安尼吼。对。啊，这个气球飞去甲人遐嘛，去用叫伊40几个邦交国哦，当要。别讲吼，甲讲，恁大家要注意，毋是飞来阮兜啊，尔飞去恁兜拢有吼，这气氛真歹。是啦。啊，国民党带头讲，无，咱先甲伊讲就好。啊，你袂感觉讲，这阵时机无好？我甲大家报告啦吼，大家也知影吼，美国甲中国最近哦发生这气球的这个事件。是啊。啊，但是你看，咱内部敢有讨论讲，这阵时咱小前一个敢好，咱先看完你要捧啊跑再来去。时机我是安尼看啦吼，其实吼国民党是安尼看吼，就是讲，因为继续吼落来吼后半年吼，坦白讲就要选举啊，嘿对吼。啊，你想，你也要讲什么好的时机吼？我坦白讲吼，你也要真正要迄落吼，什么拢是歹时机吼。啊，但是我会讲，我的意思是讲，你看美国甲中国之间吼。有竞争，嘛有合作，哦。你看最近这个气球的事件，你讲有相骂啊，但是拜登伊安怎讲？伊嘛讲啊，伊讲，伊就啥，这个气球的事件未去减弱到美中的关系，就讲这个犯这个嘛，吼，另外这美中的关系，你嘛是爱长久去。所以主题这小等我会请教你哦，我好严防来是讲吼，你也有讲到合作啊、竞争啊，吼，所以咱可能夏立言。去到遐，嘛会讲你拜托的，你飞弹，咱今仔日虽然都无要讲政治，咱会当较讲你拜托，你唔通讲禁就禁，咱小再来问讲，看有法度安尼讲，来严吼。其实这边大家咧讨论吼，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民进党吼自头到尾，咱拢是一贯的立场啦，吼，咱的立场拢是同款，咱并无反对讲要甲中国来交流、甲对话，咱拢是希望讲维持着这个。和平啦，吼，即个稳定的方式嘛，吼，啊，大家咧讨论讲，啊，即摆的时机到底适不适合嘛？那即摆看到咱国际顶悬，拄啊，咱的主持人嘛有讲到，咱的即个间谍气球，啊，搁咱的即个攻击绕台，啊，搁进前的军演，其实你讲这夏立言吼，伊伫咧旧年的8月，迄时阵伊就去中国咧讲伊交流，伊迄时阵嘛是讲啊，伊咧关心咱的民生的议题，啊，毋过咱看到讲，一定见到，咱即摆讲事实啦吼，你即摆过去了后，你讲民生的议题，啊，问题是你转来了后，中国是安怎对台咱的？应该是讲他在去年吼，咱的12月的即个。无得靠伊即摆，人副主席去甲讲，我甲你讲好，你拜托我转来的时阵，你毋通过来放炮。无啊，顶件一定是安尼讲的，啊，问题是顶件转来了后，开始嘛是搁军演继续嘛，啊嘛是搁飞行机伫遐踅来踅去嘛，啊，搁去年的12月，即个食品的登记的即个问题嘛是禁咱台湾的即个农产品嘛，啊，所以你讲。去遐交流，去遐要对话，一定是站在咱台湾的国家的利益为优先，按呢平等的尊严去做对话。我觉得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如果是若是讲你去遐是去，你看即马即个今仔日国台办的因即个发言人嘛，伊朱凤莲伊就出来讲啊，伊讲。9·2共识，咱即个9·2共识吼，是两岸的对话。哦，一个基础协商的共同的基础，你台湾啊，你爱伫即个9·2共识
安尼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所以你感中国，觉讲，你若去就是承认这个，是你啊，但是人主题伊讲，我这唔是讲政治哦。这是就是迄个共产党拍面嘛，因为因就是认为讲，你今仔日去就是爱伫个。我会留时间和你讲。伫个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才有所谓的对话跟协商。即摆啊，产生两个问题啦，一个讲你去就是表示讲你承认这个一国两制啊，一个中国的这个共识。吼啊，第二个就是讲，你去了后转来，伊搁甲你一直来放炮安尼，是啊，那是毋是会当停机言关机行啦？所以咱就是讲，这个时机啊，搁实际你去转来了后，到底是为着咱这个国家带来个什么的利益？大家会使理性的来沟通讨论嘛。啊，刷来我也请教到这个老师吼，老师恁都学者吼，所以我问搁较深、搁较问、搁较长远的问题。即摆国民党安尼去。啊，美国人踮咧后面咧看讲，啊，你国民党你即摆安尼是啥物意思？是咧放一个气球讲，来，我美国人我甲恁讲哦，我去是要好好啊甲因讲吼，啊，你毋通搁来检检，是即个意思吗？还是讲无哦，这毋是即个意思，我纯粹是要为着咱的台商，为着咱伫中国咧生活的即个民众，敢有即个信息？我先回答主持人吼。这个问题进前啦，我先解释什么叫九二共识啊。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坐落来讲的条件，这甲政治问题一点仔关系都无。这意思是讲，我今仔甲你坐落来讲，是因为有这个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呢，咱就以后莫去强调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足侪人误解，根本无了解什么九二共识。老师，你啊讲的清楚，我小可听无。这个甲政治无关。啊，未讲到政治的啊。伊九二共识是海协会甲海基会伫1991年的共识，讲咱两个坐落来讲啥？两岸文书交换、法律文件验证的问题，咱有这个共识坐落来讲啊，政治问题是以后的代志。啊，但是伊叫咱啊承认讲有一个中国啊，但是伊佫讲咱朱立伦吼。伊佫讲九二共识就是无共识的共识呢，啊，伊这佫插出来，这到底是毋是政治呢？我都无啥政治啊，完全毋是政治啊！九二共识就是讲，你甲我坐落来讲的基础就是这嘛。啊，主题你也认为讲这个是政治？安尼是国家甲国家要对话，还是讲你国民党要甲共产党的对话？这后一步啦，这老师讲的讲，这毋是政治问题。毋是啦，我讲老师伊的意思是讲，毋是讲这九二共识就一定爱去讨论着未来的政治议题啦。你讲九二共识本身有政治的意涵的，我感觉加减一定有，但是不代表讲有这个九二共识又一定爱去讨论着未来两岸的关系甲政治有关的这个议题啦。我感觉老师的意思是安尼啦。啊，事实是安尼嘛？你看迄个马英九执政8年，在这个九二共识之下，咱两岸协商，咱签23项的这个协议。啊，这事实上，这协议甲政治一点仔都无关系啊！无关系啊，是安尼啊，是啊。你讲甲农场有关系，甲什么对不对？不要紧，我先来请教着吴老师，你感觉这个九二共识，吼，延续了贾老师讲的，这是毋是政治问题？这有政治意涵无？会有9·2共识哦，有9·2共识哦，这个是绝对拢是政治的问题啊，绝对拢是涉及到政治的问题，两岸的定位问题，才会有9·2共识。无9·2共识，为什么被去处理？到底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之下来去解决两岸的关系嘛？所以咱看宋涛咧进前咧台商呢，因咧主办的台商的座谈会来讲哦，两岸要在一中原则下的9·2共识的前提来进行协商，来进行对话。一中原则下的9·2共识哦，对啊，贾老师讲的是国民党的说法，但是中共的想法是无同的。所以你讲9·2共识，敢是政治问题，绝对是政治问题嘛，也是解决两岸政治情势的一个说法嘛。但是问题就是这哦，今嘛你去跟中国对话，不管是你是用什么身份，你是副主席嘛好，你是老师嘛好，你去对话，今嘛派团去对话，然后国台办嘛是讲，因为国民党接受了9·2共识嘛，一中原则与9·2共识嘛。国台办这么讲，国台办已经帮你贴上帽子了，所以表示说这一次过去一定要接受这个前提之下，你看也再过来啊，无你就卖过来嘛。
啊，敢有可能讲，即个下副主席去到遐，伊先讲我要入去坐位的时候讲，哎，我惊去哦，阮国内人骂，阮是无承认即个前提哦。这就是即摆咱在看两岸关系上重要的问题在这，过度模糊化去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我们不知道里面在玩什么。所以呢，台面上、台面下，虽然讲台面上别讲民生问题、产业问题、基层问题，但台面下谈什么呢？没有人知道。贾老师，你有同意这种说法无？我嘛不同意啊！就因行到地方问媒体是毋是拢对调的？啊，毋是拢有翕吗？讲啥话，大家拢知啊，是要安怎有倒啊较协议咧？对毋对？啊，去落来讲，我都无讲政治啊，我关怀台商，我关怀台湾来台岛读册的学生。敢无？有甲无？你嘛无法度证明啊，对毋对？你嘛无法度证明啊。即马咱一个上好的例啊，就是金门的立法委员陈玉珍，伊是安那去大陆，马上呢就让进行讲这金门高中只有咱继续卖到大陆去咧，是安怎？对毋对？伊甲我讲9位公司，伊无啊，伊就讲我是替我的选民来服务啊。啊，金门县长嘛是安尼，小三通毋是安尼来吗？是，老师你讲得真好啊！啊，我来请问就是主题吼，这一次所有的行程，敢会当入去翕？我想这侪媒体有地去嘛？有是讲出来讲的，但是因咧见面的时阵讲啥物，敢有通咱有通入去翕？因为即马有真侪人就感觉会惊吓咧。唔是啦，伊过去我坦白讲，有诶，所有诶行程拢是安尼，拜访诶行程，你就算讲，你讲美国总统去大陆，还是中国诶主席去美国访问，有诶公开嘛，一定诶有诶是非公开嘛，非公开诶部分嘛。非公开要安怎处理？好啦，我知影好啦，咱这民进党的朋友已经提这吼，来要来修理国民党啦。但是我讲后边，无啦，嘛唔是修理啦，咱就讲个春车嘛。咱即摆是讲就事实来讨论啦。你先好讲者。因通人较好，伊就讲不爱修理啦吼。你先讲，你先讲。我讲头一个就讲吼，免惊吓。头一个就讲国民党即马是在遐党啊，阮无公权力啦，我们即摆咪激进党咧。你讲对不对？你即摆要甲这个国民党吼，这下联这团。你讲的嘛对嘛，伊无公权力啊，你讲啥物拢无准绳。是啊，所以讲阮这会在处理吼，较这个啥非政治的、非政治的这民生的议题，拄我讲啊，台商的问题啦吼，咱台湾去年个啥，迄个咱的一寡产品要重新注册。哦，迄阵吼，毋是即个问题了，咱做者物件无法度销去大陆，对不对？这嘛是一个问题啊。咱的农渔产品，对不对？嘛叫对花嘛劲啊嘛。所以讲，这拢会使去讨论嘛。所以讲啊，而且啦，我感觉啦，我拄啊特别强调就宋头吼新的主任来一个交流，你讲礼貌性的这个拜会嘛会使。吼，所以讲这个。但是足奇怪，拢无礼貌性来拜会这个民进党、执政党的陆委会还是海基会？民进党即摆执政党家己的问题啊，家己处理。我互我讲一个小结论啊，小结论啊。我是安尼讲啦，就是讲吼你民进党政府如果若无代志吼，莫嫌别人歹啦吼。过去我记得啦，过去吼国民党咧推上吼，这个两岸直航的时阵啊，迄阵民进党的朋友安怎讲？木马屠城记。你啊，两岸直航吼，迄飞行机来哦，吼，迄内底有共军吼，会去总统府吼，甲迄个总统掠起来，安那啥？了后咧，即马两岸直航，互做侪人方便吼。啊，过来咧，埃克法，迄阵咱国民党咧推销埃克法的时阵，迄阵讲安那糖衣毒药，迄阵咱的谢长廷即马在做日本的代表，迄阵讲啦，查甫找无工，查某找无翁。即摆民进党执政啊，埃克法搁伫个无？搁伫个，为什么？因为为台湾创造足侪利益，对。所以讲，我的意思讲，民进党莫徛在历史错误的一方啦吼。而且，阮就强调，即届去就是事务性吼、经济吼、民生的议题。啊，你也要甲即个这吼，甲迄像讲地红无啊，吼啊抹红啥物？我讲这无必要，大家拢是为着台湾人民好。哎，咱一直要强调吼，就是讲，我民进党从来都没有反对说要跟中国的对话跟协商吼，我跟讲一遍，主要是讲大家为什么这边会遐尼啊质疑，就是讲这个时机为什么国民党坚持要派夏立言去到遐？去甲中国讲什么民生议题啦，吼，拄啊，子哲大哥也有提到，就是讲啊，距离选举
距离我们的总统的选举已经很近了，只剩下几个月。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机点？我想刚刚子哲大哥也已经讲了这个原因嘛，哈，选举是他们国民党的其中的一个考量啦，哈。第二个部分，拄啊讲到讲中国，哈，对咱台湾，其实讲这的农产品，因为我家己嘛是读农业推广的，中国伊要进咱台湾这的农产品，他从来没有说遵循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的原则，伊讲要禁伊就禁，他也不需要讲什么理由啊，伊是加害者。那他现在又变成说，哦，萝卜棒子，然后什么扮演的角色都是中国。问题是，我来讲，台湾跟中国，但是如果是国家跟国家的对等的尊严的协商之下，国民党即使我们在我们的国内吼有竞争，不过咱一定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优先嘛吼，所以你一定是甲中国这的谈判，因为拄仔嘛讲到，国民党伊即嘛是在野党，执政党是咱民进党。民进党本身，我们的官员如果今天要谈判、要协商，我们才有这个公权力。国民党大可以反映相关的意见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对等的尊严之下，来去做协商。问题是今嘛一出访的时阵，拄有讲到嘛，咱出访一定有公开行程，嘛有这个私人的行程嘛。不过伫去年就发现讲，会互咱的版本是一个讲拜访什么人，结果去了那会拜访的人无共款，这边嘛是共款嘛。即摆夏立言去，伊讲我敢若甲送涛嘛，结果即摆看起来还会跟这个王沪宁嘛，这就是9·2国共识，伊当初他就是一个操刀者嘛，所以伊即摆嘛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军委会里面的这个相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所以大家会感觉讲你今仔日你互咱的报备的版本是安尼，结果你实际顶管，你讲你都无政治的含义，也不是政治议题，然后你去到那边，结果你私下去拜会他们，那你到底又要谈什么内容？你是不是应该也要让国人了解？这是一个社会，不是干那台湾的社会是。国际的社会其实嘛拢真关心咱台湾即马甲中国之间的这个立场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国民党你毋是为着讲可能年底的选举是一个部分，朱立伦党主席伊家己为着伊家己的政治的这个利益，也是讲咱党内布局是一个，我感觉爱讲好清楚，无大家会感觉讲哪会甲较早你报备的拢无共款嘛。所以我们请到这个主题来讲个清楚，虽然恁内部代志真正实际来讲，互咱大家听吼。我来请教着贾老师吼，他在迄题我也未回答，就是讲，即阵时期对着美国人，国民党终归嘛是爱甲美国人讲，我去是安怎拄安怎吼。也是讲要，咱就是要来改变咱过去民进党的这个手路，要来亲中，要来和日，要来优美，三个拢要好，这个顶旗礼，同款，敢是安尼？还是讲不管，我就是先去才讲。国民党毋是这种党啊，伊有啥物权利，做啥物代志进前爱甲美国报告啊？总统大选啊！迄要早的代志啊，对不对？迄早要一党的代志啊。所以讲国民党赢就对啦。无一定啊，你民主的选举这真歹讲啊。是啦，是不是？而且你无信心吗？有信心，对嘛？而且这团行到对记者拢对啊。你像伊透早，假使可能拢记者。假使我的意思是讲，这个代志对着美国人，你按来解读讲，对着国民党来讲，对美国人是无法适合。讲无，我这个完全无关，还是讲甲美国人要讲什么信号，还是讲你感觉美国人安怎看待即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去到中国来？咱朱立伦主席嘛要去访美啊，我感觉这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后来才去来解说，是不是安尼？这其实唔免加讲偌济，美国嘛讲嘛撇阵嘛 ，AIT 的款处长嘛讲撇阵嘛，两岸爱撇阵嘛，对唔对？伊嘛是讲两岸爱坐落来讲啊。所以国民党去遐，我坐落来讲啊，我甲有讲啥？我关心台商啊，我关心民生议题，对唔对？我对一项讲到政治的问题，完全无啊。国民党去到台北，伊有啥物权利讲政治的问题？伊无迄个权利，伊只有反映，伊接到农渔民的心声。讲我无法度袂过，你有法度替阮解决，找一条路，互阮一个生活无？
因法度欢迎。台湾学生踮咧读册，遇到啥物困难，我欢迎。台商无法度转来，哦，这航点的问题要安怎来解决？因为当反映这尔，出咱银行搁做啥？伊会当签啥物交易？会当签啥物合约？无可能的代志嘛。哦，他拄啊议员讲，行到地无记者，我甲你讲，咱台湾的记者对伫边啊做厉害的，有芳就软。中国迄中产国家无可能讲恁去啊遐，所有的记者拢会使对啦，这卖讲透早的行程，所以相片拢出来啊。所以你认为讲美国人充分掌握到中国国民党的心意，吼，认为讲这一次就是专依着这个民生甲人民的这个生活面的这个交流，美国人未误解。美国人当然嘛袂误解啊，哦，因为顶头已经去过啊，讲的问题嘛是这啊，这道去讲的问题嘛是共款啊，完全无变啊，而且这夏立言要出去进前接受记者访问，伊毋是有讲吗？三个目的嘛，已经讲啊足清楚啊，伊讲伊无权利，哦，也无授权讲啥物政治的议题嘛，啊，伊讲啊，伊做外交官做几啊10年。啊！伫陆委会做过主委，伫广播做过。假使我讲翻这个问题吼，买请教着吴老师吼，就是讲王福龄吼，在差不多过年7日卡头啊吼，又开始讲，伊接受着这个习主席吼、习组长的这个命令吼，讲要开始研究新的替代方案吼。一国两制，听讲哦，恁台湾人煞无爱食咧。哦，看有啥物新的内容哦，会当来推陈出新啦。你敢有期待讲，这一次夏立言去到中国了后，王福龄会先甲讲，我安怎创哦，我煞来会安尼，敢有可能？这无可能，无可能。是安怎要见吴福龄？我特别甲各位甲主持人、甲各位来宾、甲观众解说一下，是安怎一定有可能见，无一定见会到。因为呢，伊未来3月了，伊会接正式的迄个主席，正式的主席就是中共对台工作小组的副组长，所以见是为着安尼。哦，因讲伊也要安怎对台湾的工作，伊是副组长。你今仔有任何人来，我听看嘛，恁要讲啥嘛？哦，我听恁的意见嘛。哦，还毋是讲见有啥物目的？要有啥物目的？拢是挨啥子安尼啦？这就是讲一个。意义上嘛，哦，来见伊嘛，因为伊还未接迄个位啊，等到伊接迄个位就是副组长啊。大家双方面拢无啥，尤其国民党甲民众变做安尼无交集，大家拢会摇来摇去呢吼。即摆毋是讲摇来摇去的问题啦吼，国民党关心的是民众的生活啦。哦，我民进党嘛是有关心民众的生活，恁若是有关，是无关心吗？恁若真正有关心，我即摆请教民进党一个问题。当初伫立法院，啥物人话上大声？两岸协商监督条例要先过，即摆这条例倒伫堆，恁敢有表决有通过无？问恁这点就好。啥物人讲两岸协商，一这条例要先完。关系吼，本来就是爱伫一个对等的尊严之下再来谈协调嘛。你今嘛如果说不是在对等，是在9·2共识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咱的无法度盖呀。我们不可能是出卖台湾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去跟中国去谈这个政治相关的协商啦，这是民进党甲国民党无共款，咱的理念无共款的所在。很简单，我就拜托民进党政府，个法令等伊嘛，行点嘛卖讲啊，直接登行。不，你这个说法就是幼稚嘛。什么叫幼稚？你有才调，你就登啊。小等吼，我请这个吴老师踮咧边仔咧偷笑吼，你先讲。我不偷笑，我不偷笑。我几个回应啦吼，咱都要讲到，譬如讲。到底应该有关起门来谈事情，这无法度知嘛？你拜登跟习近平伫咧印尼见面的时阵，迄阵是闭门会议，记者没办法进去嘛。他会谈什么？其实大家关注的问题，不是讲你他下面人见面，你标明上讲什么？大家关心的是你门关起来的时候谈了哪些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好。这是通常我们当然这也是理解啦哈，因为政治的问题你无法度伫台面上来讲嘛哈。我是刚刚讲哈，因为习近平伊讲要民主协商1国2制台湾方案，我是讲1国2制无可能伫习近平这个时阵讲我无爱就无爱，无可能，因为行出白啊。老共的处理对台政策，它有一定的历史的惯性。
他不可能说我今天把以前邓小平所你建立下来认为这的把它抛开个不可能。提掉？所以，一起充实内容，或者是用一套新的，比如说，在2019年的习近平讲1国2制台湾方案，过去无讲台湾方案一起都讲1国2制嘛，所以这个是因有一个说法会出来，但是还是围绕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有这个敢若流感出现安尼是 A 类 B 类。即摆重点就是讲习近平讲民主协商这4个字。民主协商如何定义？老公没有讲啊，没有说什么叫民主协商啊。你老公夏立言今麦关起门来，王沪宁跟你咨询说，你有上面想法，私底下咨询，这算不算民主协商？这是解决问题。朱立伦主席前一段时间对外说，民主协商，希望老公不要用这4个字啊，对外说法不要用这个字，这表示说民主协商其实确实是很敏感，因为没有人知道民主协商是什么。再来是说，对他指责有讲哦 ，ECFA， 你看你点名哦，因为。也提到这个糖衣毒药哈，因为我进行写文章嘛，用这4个字哈。糖衣毒药这个问题，不是讲这个 ECFA 它对台湾什么样的影响，确实还是有影响。但是安怎？我们过度跟中国经济往来，中国有一天因为政治因素把你经济的对你采取经济制裁的时阵，这就是糖衣毒药的概念。所以糖衣毒药，我们最近就看到了、农产品被强制，该严凤讲的。我们说，我们现在去，这个是我加害者老共是加害者那加害者如何去变成是说，今天过去变成好像他是这个恩惠者，因为一开始伊的制裁是因来讲，即马过，伊即马去放好处互你，安尼看对，所以糖衣毒药问题就是这 ECFA 造成了台湾跟中国过度依赖，所以导致了这些压力，政治上的压力变成经济上的惩罚。是。人头仔甲你点名，伊讲这像 ECFA 这种物件就是糖沙毒药，这就是实在讲，我唔知伊这个定义是啥物，但是咱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咱家的农产品，伊就叫你爱注册啊，而且咱事实看起来，那别人拢用电子的，即摆咱就爱用纸本的啊。看是甲你交谈，还是甲你认知，我唔敢讲啦吼。但是讲安那来加一言，所以下副主席是要去讲这吗？讲这你唔通用这个糖沙来毒药，爱糖沙糖药。对，一定是安尼啦。国安糖浆啦。两方的目的吼，较早咱蔡英文总统吼，伊个有伫伊的面册吼内底吼，佫写一篇哦，讲哇，咱台湾吼，我会记得是今年啦，讲哦，突破吼偌济即个金额吼，意思讲咱外销吼，即个外汇吼，这个趁真济钱，等等。迄阵我佫写一篇文章哦，会议啊，内底有40%拢是到卖去大陆，哦，大陆迄突破新高。你较早讲鸡卵袂使放喺钢铁篮内底，结果咧，因即摆要到8年啊，共款放喺钢铁篮内底嘛，都无改善嘛。我讲这是你家己要做的，结果无做到。我安尼讲。你有认同爱安尼做无？当然，我认同，这绝对这是风险的概念嘛。依赖嘛。对任何国家拢共款，袂使想要来单一市场嘛，这基本常识啦。我来讲啦，国民党的立场真简单啦，吼，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吼。对方对啦，你讲对方讲，但是伊呢朱凤莲，伊讲台湾永远唔是一个国家呢。是，我来回答。你听了感觉安怎？不，我安尼讲。如果啦吼，伊讲的，其实伊这个讲话吼，头前有讲啦，伊反台独啦。如果伊讲的台湾是台湾共和国，我无什么意见，连美国人都无支持台湾独立啦。但是如果伊讲的台湾是中华民国，无接受，乌白乱讲，笑话。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这绝对袂退让。所以讲，你讲对方，你这是国民党的立场，还是你个人的立场？国民党，我会使讲，可能是全台湾的立场啦，大部分啦，我安尼讲啦。我真正对着电视甲这个朱凤莲小姐女士来跟你讲，国民党的这个发言人哦，跟你讲哦，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咱若是一个国家，咱有外交部，无甲咱承认呢。对，这就是两方的。真硬气呢。是，我同意。对啊，咱伫
真侪国际这个所在嘛，去用打压什么呀？这国民党过去嘛会面对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两岸复杂的所在嘛。如果你也做简单处理，所以要先对这个时机、这个时阵，要先个避开安尼，这个意思。慢慢来，我简单讲啦，4个字。求同存异嘛，拄啊主持人也是讲咱历年的好朋友会讲啊，叫我对方讲啊，一国两制啦，吼台湾方案啊，什么拢反对。你也去看国民党过去，因也讲遮，我拢反对。我是强调我无啥物反对的立场。不是啊，我是讲国民党对这议题，因为这个讲法，我拢反对，甚至是谴责。譬如讲伊环台军演，我嘛是谴责，但是你反对甲谴责之外，你爱解决问题。民进党即摆，我看民进党执政足简单的，就讲啊，这对方安那对咱无礼貌、无客气，反对、谴责、骂啊骂了，即摆大家人民要问的就啊骂了咧，骂了，结果是啥？咱即摆役男呐，本来4个月，即摆做兵变1年，台湾有更加安全无？台湾只有趁更加济无？人民关心的这个议题，求同存异，政治问题吼，政治处理，经济问题。另外方式，咱来沟通交流对话来处理。所以讲，我有讲这种卖得高倒菜刀啦，人哋天公生吼，卖赢妈做吼，一代换一代啦。哦，是天公生卖赢妈做，这句话讲得真好啊。所以哦，伊前转咱去，尤其咱副主席去嘛，咱嘛是当一个副主席呢。伊甲咱讲，咱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迄实在是吼，听落，咱莫讲安尼。感觉真硬气，就感觉哎，敢若什么，这个话语叫做违和感啊。我要去，你嘛讲较好话一个，是毋是安尼讲？贾老师，因讲这句话，来者是客嘛，甲咱讲，特别甲咱讲反台湾永远无可能是一个国家。按这句话已经讲几啊10年啊。因有可能讲，你叫伊随便就变，啊，但是你无啊，咱嘛是安尼想啊。你讲咱咧去的时阵，你手势举较悬，人来检检，安尼这人讲这句话，人讲这句话时阵，阮迄副主席人家袂坐婚礼机的。哦，所以就爱坐飞机去的时阵就莫讲安尼。主持我甲你报告，在咱的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吼，对方嘛毋是一个国家呢，伊是一个区啦，一个区啊。是啦，我是讲，这有的是政治，咱就袂甲讲你毋是一个国家嘛。咱的宪法是呢，是咱宪法农委会讲对方是一个区，人是对来宣传啊。即嘛吼，拄啊，自责大哥其实嘛有讲到啦，讲啊伊讲啊，咱台湾吼2300万人。我相信之前嘛有做过民调啦，就是讲大家嘛拢超过大概7成、8成以上哦，7、8成以上，大家嘛感觉讲咱台湾已经是一个国家，啊无咱有家己的法律，咱有家己的总统，吼，咱是民选总统，有这样子的民主的制度，所以咱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实质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国家的状况，这是毋庸置疑啦，吼。啊，拄仔咧讲到讲，咱民进党的执政，哦，咱。讲到 A 克法的问题，咱即马就是在烦恼讲，因为国民党伊即边会出访中国，就是一直讲啊，这个民生的议题。其实我嘛真感谢自责大哥有提到，就是讲，其实这几年来，台湾甲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往来吼，其实嘛没有因为民进党的执政，它的这个额度哈去消退太多。其实咱民进党就是一直嘛有在跟中国在民间之间的往来，其实也都是非常频繁的。因为咱就是刚刚讲，这是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个交流哦，商业行为的往来，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这边大家质疑的就是讲，啊，你今仔日去到遐，拄啊嘛讲到这个朱凤莲已经。跟你讲，这是一个在9·2共识之下要坚持一个原则，这绝对是政治的问题。啊，我嘛提醒到国民党，就是讲，这个9·2共识，唔是干那国际啊个外口这个社会对国民党的质疑。其实我提一个新闻吼，恁党内伫个过去的时阵，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阵吼的新闻。蓝营的这些青年啦，吼，我嘛相信指责大哥看到这个相片，这是虾米人？这是徐巧芯嘛？边啊，这个我相信指责大哥甲你筹算的，我的选区的林信娥议员嘛。因当初伫2020年的6月2号的时阵，就跳出来讲，9·2共识已经陷到困境里面去了，就有如傻瓜相机一样不时尚。迄时阵呢，徐巧芯个讲啥？伊讲吼。
当中国人对我们台湾在吃豆腐的时候，哈，要这个国民党的身为一个当初伊去主张九二共识这个论述哦，这个政党啦，哈，国民党应该要求中国哈，将这个9·2共识要回到1992年的正轨。伊讲吼，东来的这少年人，无法度接受，吼，无法度接受9·2共识。啊，不过我这边，你讲去年吼夏立言的出访，迄时阵因为要选举嘛，吼啊，所以大家拢跳出来，包含侯友宜啊，而且卢秀燕啊，当初。佮讲甲偌歹听的呢，佮有东来吼，国民党东来讲啊，这个败家老头，对不对？大家记忆犹新呐、啊。结果你选前的时阵，你就讲啊，这个不适合出访。结果你即摆选后，大家拢点点啊？难道现在这个时机点有比去年来得更适合吗？时机点这个代志，咱他已经讨论一轮了吼。啊，这9·2共识看起来，咱今仔日无法度来讨论这些共识啦吼。所以我要请教就贾老师吼，贾老师。即马中国吼，即领导班哦，已经拢全部拢换去啊。你来预测讲，中国对着台湾即个，因叫做对台工作组织啊，咱来看即个表吼，即个副组长吼，2023会换人啦吼，所以呢，完全伊拢会换去，包括着宋独啦，吼，还是王福龄啦，因敢会来改变对着台湾的策略，吼。有一种啊，就是讲实际上无改变，但是手势较软，吼，一种是实质上的改变，啊，连讲话、讲法、做法拢翻新，敢有这个可能？尤其对着美国来围攻着这个中国，吼，联手来围攻着这个中国，敢有这种可能性？你的预测？预测吼，要讲会准吼，这是难度加悬嘛吼。啊，差不多应该是讲因对台的工作吼，会软的愈软，硬的愈硬。哦，这就是一般做法拢是安尼。哦，一边是冷静，啊，一边是军啊。因对台湾的民众，哦，会愈软。哦，就是讲你若是伫咧大陆经商、读册、哦做生意，还是毋管你做啥物活动的，哦，对你的态度呢，会愈改善。哦，就是讲要互恁适业。伫咧大陆的生活，啊，你若是坚持台独咧，哦，也对你的手段是会愈硬，这就是这过去吼，咱看这习近平过去这10年，伊的任期，因嘛是拢共款的做法啦。所以因这换班，哦，换班底这吼，因的工课我想嘛是共款啦。所以我预测就是讲吼，因的工课就是安尼，啊，也毋过主要因会加听台湾民众的心声，这就是这道这副主席带团要过伊的主要的工课。啊，因为经过这道吼，去年的选举了后，台湾的民意有新的意见，因爱去传达，互大陆方面听，吼啊，互因做参考，对台工作的参考，啊，要听唔听是恁北京的代志，啊，阮来遮是甲台湾最近的民意反映互你。贾老师，这会去换这个对台办的这个主任吼，因为有消息传出来，新闻也拢有看呐。讲伊就对着过去吼对台的工作的成果，伊无满意，要甲换较家己较会手路较会下的，所以伊这显然对着过去这4、5年以来对台湾这个工作无进展。哦，我做一个小组长，恁这个副组长都无尽力，爱来换甲送倒伊家己的人。所以难道除了头拄仔贾老师你讲的，软的搁较软，硬的搁较硬之外？未即个路线改变，你认为？路线是未改变，哦，未改变。啊，所以进前消息传出来讲，伊要研究即个新的即个讲法，但如即个吴老师讲的，讲啊，应该是未改变，敢若即个流感吼 A 型 B 型无可能。因的路线是一直拢是安尼行的啦，就是照像迄朱凤莲安尼讲的嘛，哦，讲反对台独，坚持9·2共识。所以因对内宣传永远是共款，因对台的路线嘛是共款，袂变，也毋过做法会变。因为感觉对做了好，做了无好，因会去听台湾人的心声，哦，然后有人甲因反映。但是咱看这个趋势看起来，这个过年了后吼，你慢慢就有软的就出来啊呢，吼，我读一个吼，讲
宋岛去见着金门县长吼，陈福海啦，啊，这个咱的玉珍姊啊，吼，啊，佮宣布讲，你金酒在内63间台湾食品，来中国，变冷去吼。玉珍无定就是妹妹呢。我尊敬。2月1号吼，中国透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吼，联合管道讲，咱台湾哦爱先恢复着16个两岸直航的这个航点，看起来是有咧放冷起来。你感觉这个趋势是毋是咧放冷？我相信这是实际嘛吼，实际放冷的一个例子啦吼。啊，我感觉敢若我拄仔讲的吼，美国甲中国之间嘛是安尼嘛，有竞争有合作嘛吼。啊，总是爱看迄当时对，迄当时的迄个氛围啦，吼，迄个环境啦，吼。啊，所以讲我是认为讲吼，所以讲有当时做一个问题解决。但是伊定定无张地，就甲你禁，无张地就甲你禁安尼。是啦，你嘛去甲讲一下，叫立言去甲好讲一下。我有机会一定欢迎。国民党，我就讲，唔是执政党，吼，唔是讲我大在调，但是欢迎吼，咱台湾的心声，包括咱这台商啦、台新的心声等等。一定会去做嘛，啊无去是要创啥？啊，但是讲到底有具体的吼，这个成果无？我唔敢哦打包票，但是尽力去做，总是有一个机会嘛。但是我嘛爱个奉劝咱哦另外的朋友啦，我有听到一个讲法，你讲哦，如果吼有啥物具体的成果，哦，你应该。共产党吼沆瀣一气，对不对？拢串通好。讲这是刚选举安尼，要来走算。如果对，如果若没有成果，你去遐重要？但是过去的记录安尼，拢是咧反走算呢。是啦，所以讲你两方就复杂就咧加嘛，所以讲吼步步为营啦。哦，咱吴老师吼，在那出手的这边可以讲一下。不，我刚才其实贾老师讲的，我认同，因为。在对台政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变动啦，原则性的东西都不会变动。你两个有共识啊呢？我这部分有共识啊，但是宋涛会做主任这代志吼，主要的功能是在因为伊是外交系统出来的，啊，伊连外交系统的时阵处理的是中共吼对外的政党合作，所以他这部分其实在中共在习近平的眼中哦是备受肯定的，所以他来当国台办主任，某个程度上。外界也在猜测，它的功能是要发挥在对台的政党合作这一块啦。所以我都要讲过民主协商嘛，习近平讲民主协商嘛。伊讲要甲优势之书啦。对，所以这个夏主席的优势之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也看到哈，当然未来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当然是冷的愈冷，定的愈定嘛，软硬兼施嘛。但是对啊嘛，贾老师嘛讲到。所谓的差别对待，你也是认同中国的，我对你较好，啊你无认同哦，我可能会对你惩罚，所以这部分咱来看到讲，大陆在分化以及统战这一块两手策略在进行啊，所以未来这个措施上会不会有些许的调整？当然策略会调整，但总体战略是不会变嘛，因为伊要完成的是国家的统一嘛，啊。我是刚刚讲哦，国民党去大陆这个代志，当然交流交换意见都是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一个政党的角色哦，应当是在事前先有所呼吁啦。比如说中国对台湾采取这么多的经济制裁，应该先呼吁中国要先做什么，我们才过去跟你谈。我不相信中国完全不了解台湾目前的现况，我不相信中国也没办法得到台湾目前的政治发展的现况。吴老师安尼讲，所以当你发言人呢，当然呼吁一下。所以我镜头这个呼吁。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吼，事先的呼吁有先前的条件，譬如讲你大陆爱做个安怎，你中国爱做个安怎。我们才过去跟你商。但是安尼可能讲咧，气氛就歹去啊，是不是？没啦。没安尼。没啦。其实吼，大家若有注意吼，过去发生这议题时阵吼，国民党吼拢有出来讲话嘛，呼吁过吼，希望对方吼，咱对咱的这个产品吼，莫去乌白乱禁啦吼，莫有无合理的对待，这拢。该讲拢有讲过，对，我拄仔就讲了，军言吼，该谴责嘛谴责吼，所以讲我意思是安尼，国民党这讲的这话吼。发表这言论吼，如果咱另外的朋友吼，无想要看，无想要听，伊永远唔知影啦吼。所以讲我会使讲，所以我一开始有讲，会使理性来讨论啦吼。啊，所以讲大家如果若认同讲，这是一个好机会吼，去交流、去沟通、吼去对话是好的开始。
祝福啦，吼，卖讲哦，因为如果我是讲，先卖个注释安尼对，哦。我的意思就是我林党主持人讲的，我的意思讲，如果国民党真正去遐去对方讲了不该讲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代志，你来谴责，吼，你来骂，嘛过会。天机言，观机行啦。对啊，即摆啥物要做？讲唔是执政党，我所以讲你德高斗菜都嘛唔好啦。严宏今仔日无甲你真无个，伊是好议员啊。是理性的。但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代志吼，就是讲，国民党一直想讲啊，咱就要理性啊对话啊，嘛有消息传出来讲，那有可能在这一年啊，本来民进党是抗中保台，要来讲。和中保这个和平保台，这个路线嘛要较软一点嘛。尤其咱看到美国甲中国，嘛有感觉小可咧，敢若要软起来安尼，敢有可能民进党爱行这个开始行这个路线？因为维持着咱的亚太地区的和平，其实是国际社会，包含我们台湾的共识，也都是这样。无人希望讲要战争的啦，绝对是无安尼啦吼。所以我一直咧强调讲，为什么咱即马台湾的社会伫咧这边会对国民党有安尼会，就是说提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吼，质疑的声音，就是讲过去吼国民党真侪对中国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像拄仔讲到金门酒厂的问题，其实中国当初因禁止的时阵，咱遮的厂商拢无做啥物啊，因开放的时阵，其实咱遮的厂商嘛无做啥物啊，所以要开放还是要禁止，其实拢是中国在决定嘛。主题甲我讲是啊，但是你预测民进党敢有可能这个路线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咱即马拢是随着这个国际的情势，其实国际情势其实随时每一天都在变化。对，所以咱就是讲，无人会希望讲要战争，咱嘛是维持着这个和平，咱国家会使长远。永续的这个发展，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内政、我们的人民的福祉为优先。当然，咱是执政者一定是这样子觉得，咱袂去讲刁工去甲人挑衅，讲阮就是要甲你要输赢。咱民进党将来拢袂去做这款代志嘛。咱嘛是希望讲为着咱这个国家的利益，咱。伫咧台湾应该拢是爱共同的合作，一致的对外，这个才是一个国家应该要走的方向啊。安尼你的定义叫做和平保台。和平保台啊，是。国民党和平。但是若是讲中国过于的，就是对台湾有过大的敌意的时候，咱当然要反应嘛，不能说咱一直和平保台，毋过咱已经甲你的厝的门口啊，可能对你有一些危害的，咱阁无反应，当然是袂使安尼啊。是，咱阁转来吼，因为上后要4分钟啊，咱一人1分钟吼。刷来你要选举啊，吼，要选总统大选，剩1年啊，剩1年不到吼。老师，你先讲吼。国民党的这个政策对着未来国民党要选举安怎做？你建议国民党应该安怎做，还是民进党安怎做，才会当来赢得这个政权来行正确的路线？这我可能无法度替民进党吼讲你替国民党讲看卖。其实足简单啊，伫台湾任何政党啊，上重要的工作，你就是要重视民众的生活。互少年人呢，买去厝。生我都生囡仔，老师意思民生较重要，民生上重要。即马囡仔少甲吼，已经变成是台湾的危机啊！台湾的这个出生率已经是吼全世界上低啊。所以总统大选爱注重民生的问题，爱注重民生的问题。但甲中国这个关系，干嘛来讲？这就和平啊，坐落来讲啊，爱和平，爱坐落来讲，坐落来讲，总比两边安尼吼，要相拍安尼好济啊嘛。从这个路线。国民党会当取得到总统大选？会啊，无08年到16年，阮是安那过的咧。迄阵大家毋是趁甲888吗？对毋对？啥物物件拢会当买过啊，公共客遐济来啊，游览车遐济啊。趁着公的生理。对啊，大家拢有生理啊。是。对啊，安尼敢无好？王老师，我看2008年的遭遇哦，让台湾其实付出蛮多代价的。譬如讲，咱为着中国过度依赖，咱形成惩罚等等的代价太大。我无要讲这，重点是讲，我刚刚讲未来2004年上重要的，当然民生很重要，但是没有安全就没有带来的经济民生。为什么？我们看到
北约的秘书长斯托登伯格以来亚洲讲一句话，伊讲要有武力做后盾，才有可能有和平啊！你无武力做后盾，无和平。咱台湾当然无去挑衅中国啊，但是问题中国伊军事威胁你来面头前嘛。美国前几天做了一个示范，当你的气球飞过我们顶管的时候，我就会爬落来。这个是咱为着咱的安全所需要考虑的物件。啊，当然民生问题，政府有这些部门爱处理的。真重要。蛮真重要，民生问题蛮最重要的嘛。所以政府有很多部门，它在处理这块。民进党绝对不是我为了顾安全，我就不顾民生，都是很重要的。一样了，这样的逻辑放在两岸关系也是一样啊。两岸关系绝对不是政治跟经济完全切割，没这个代志。两岸当你碰触到经济的时候，一定背后会有政治问题。当你有政治的时候，会影响到经济，修干嘛？所以不要太过单纯去切割啊。我认为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啦，所以讲吼，譬如讲赖清德伊的台独吼，伊这个立场哦，可能伊的如果伊也代表民进党选，可能会放质疑哦，所以讲伊的调整的我唔知，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吼，对国民党抹红啦、滴红帽啊吼，其实甲对两岸和平一点仔帮助